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咱台湾队头一场对战澳洲出来输去，总教练张浩区表示讲会担起输球的责任，也希望这选手会当赶紧调整。2比3，澳洲队完封将一选手经过混合采访区面色沉重，5局的接替7-4，互人得2分的单逼由蒂博亚投咧真失志，构成真活泼的林维恩嘛面啊变变。 所以我们打击这一方面没有太多的串联，然后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分数，然后但是我们投手群都压制的都很好，就只差一个临门一脚而已。首战打击正冷，全场3支安打，打击无连续得分，投手表现其实袂歹。先发4局无失分的7-4，用变化球压制澳洲。踢除远垒炸弹成功的张毅，虽然下半局互人得1分，依然无算胜哦。 初段版就是一个蛮累的训练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验，然后我也很享受那个当下的小球感觉。在禽兽的时候就讲，他们其实打直球居多了。其实就直球，我觉得就是跟他硬拼了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又再加上又有投球限制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用比较精简的球数去丢这场比赛。团队集中去互相鼓励，然后我们好迎接明天的比赛这样。我觉得就是反正这场已经过了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调整好心情，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正力的是队长单吉贤球牵着倒手，痛苦退场。你现在手还好吗？要去医院。 随队医生讲，极限的倒手肌在骨闭气，先用照顾固定，也是病院检查了后是安怎出国进前，也无进一步说明。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上澳洲，遭澳洲队完封0比3落败。中华队呢出师不利，晋级之路将更显艰难。总教练曾豪居在赛后记者会表示，责任由他来担，而他也希望球员们赶快来调整自己，忘掉失败，迎接下一场对日本的比赛。以上是公视新闻林小慧、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。